前几天，香港电影的金像奖颁给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十年》。这个结果令人非常的匪夷所思。为什么呀？因为它是一个票房特别差的电影，只有600万，而香港比较好的电影呢都有过亿的票房。然后这部电影的当选呢和它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部幻想题材的电影，幻想了10年以后香港陷入了这个白色恐怖的统治当中。很多人评论啊，正是由于这部电影的港独思想，所以说呢，使它成为了金像奖的得主啊。很多这个电影界和文艺界的人士呢，也表达了不满，说这个是政治粗暴的干预了这个文艺市场的公正。我不知道金星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现在这部电影获奖以后，又是否在香港大力的推广？它会对人造成一种怎样的影响？香港的生活有没有可能变成像电影里说的这样？你的判断是怎样的？我想听一下金星你的解答。好，讓我們連線陳志。電影《十年》係一部由5個故事所組成嘅電影。電影嘅內容係利用宣揚絕望，去鼓動被蒙蔽嘅人去造反、去抗爭、去對抗政府，從而最終達到鼓吹港獨思維嘅目的。內容係虛構10年後香港嘅情況。電影嘅內容充斥白色恐怖、杞人憂天。甚至乎，我懷疑電影嘅導演同埋編劇係有嚴重嘅被害妄想症，或者佢哋係想打着創作自由嘅旗號，係鼓吹港獨、妖言惑眾，刻意係將普通話同埋國安法妖魔化，企圖加深香港年輕人對內地嘅誤解，甚至令年輕人產生仇中嘅思維。加深兩地之間嘅隔膜。其中一個故事係自焚者，更加係宣揚暴力對抗。雖然呢一出電影嗰個票房只係得600幾萬，但係我係唔會用佢嘅票房去跟其他嘅電影比較嘅，因為一般嘅電影係唔會喺香港嘅各大社區或者係學校公開播放。電影中所描述10年後嘅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去白色恐怖？當然，我哋呢一班比較成熟嘅香港人係唔會咁容易被蠱惑、被忽悠啊！但係一啲心智未成熟嘅學生或者係年輕人就好容易受到呢一出電影嘅內容所影響啊！而呢一出影片，當佢宣傳片嘅內容亦都有提及有學生係一邊睇一邊喊唔知佢點解會喊。最可笑嘅就係呢出電影喺冇任何金像獎嘅提名之下，竟然係可以得到金像獎最佳電影獎。更離譜嘅就係身為金像獎主席爾冬升，更加喺呢出電影得獎之後對傳媒講呢出電影得獎嘅原因係因為評委嘅情緒問題。咁即係話金像獎嘅評委係用咗佢嘅港獨嘅情緒思維去投票啦。咁即係話金像獎已經係變成咗政治嘅工具，而毫無專業可言。影片其中一個故事係提及關於方言影片嘅內容係講到好似香港10年之後講廣東話就變到好似犯法一樣話一定要講普通話咁樣，其實係嚴重嘅誤導同埋扭曲。其實學習普通話只不過係消除內地各地方嘅語言隔膜，並唔係話要消除嗰笪地方嘅方言，或者係要消滅廣東話。就正如好似你學英文咁樣，都係為咗方便同外國人溝通交流一樣啫嘛。語言其實學得越多，越能夠提高自己嘅競爭力。其實早喺10年前，我好多喺身在國外嘅朋友，亦都話俾我聽，好多外國人已經漸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向強大，為咗提高佢哋自己細路仔嘅競爭力，佢哋亦都紛紛將佢哋嘅細路仔帶
額外咁樣去俾錢帶去中文學校嗰度讀書。其實大家如果可以留意一下喺內地好多嘅年輕人學生已經係好流利咁樣可以將英文、普通話佢哋自己嘅方言係好流利咁樣去轉換。所以語言學得越多，只係為自己提高競爭力，並唔係好似呢一部電影講到咁狹窄咁去白色恐怖令到誤導一啲年輕人變成井底之蛙。再講講呢一出電影，其中一個故事係講關於賣本地蛋嘅。咁影片嘅內容我大概講講啦，就係一個細蚊仔指住一個賣蛋嘅人，就話賣蛋唔緊要，但係本地兩個字係犯規。咁我真係好奇怪，覺得好可笑好荒謬。呢一個古仔嘅導演同埋編劇，我真係好希望佢多啲翻去內地嗰度行下走下，就唔好咁井蛙。其實你喺內地好多嘅省市，好多嘅市場餐廳佢哋都會標榜自己賣嘅係本地雞、本地豬或者係本地蔬菜自己種嘅。咁點會喺10年之後香港講本地兩個字會變成犯規呢？希望呢一出電影呢5個古仔，所有嘅編劇或者係導演，其實應該要多啲了解下內地，唔好拍一啲白色恐怖嘅電影出嚟誤導香港人。这个听完金星的解答，我想起了一本小说叫《三体》。在《三体》里面外星人为了向地球输出它的意识形态，就在地球呢培养了一大批这个电影工作者，他们专门拍摄一些环保题材的电影，或者让一些环保题材的小说呢得奖。比如说谁在这个小说或者电影里把未来的科技世界描绘得恶心、污染、恐怖，那么谁就能得奖。那么谁写的小说怀念这个田园时代、农耕时代，谁写的唯美，那谁就能得奖，谁就能赚大钱。那么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在推动。后来呢发现原来是外星人的一个阴谋。那么在香港这个10年这个电影它获奖，我觉得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谁把中国大陆描绘得可怕，谁把中国大陆呢描绘得黑暗，那么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奖。那么谁丑化中国人，谁污蔑中国人谁诋毁中国，那么谁就能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吃香。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释放一个标杆效应，让更多人去加入这个行业，然后影响普通老百姓的世界观。我们把这个过程呢叫做洗脑。小说呢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可是我们也能从生活中找到同样的范例，这不得不让我们清醒。感谢季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前几天这个台湾舆论呢有指责说，所谓的台湾外交部是在说所谓的这些什么。我们来看到，在前一阵子，马英九总统非常的有 guts， 他直接登上太平岛，并且呢向国际舆论来宣示，南海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资产，本来就是两岸中华儿女都守土有责。